Hello，大家好，我係喜達置業 Amy。今期嚟到南山區嘅粵海街道，呢條街道就犀利啦，號稱全國最油嘅街道，好多大公司嘅企業總部落位喺呢度，包括華為、騰訊、百度、字節全部喺度。上市公司有個160幾間，國家高新級嘅企業亦都有個2000幾間。呢個片區嘅產業都係以啲高新科技為主，譬如話人工智能啊、AI 啊，發展呢啲方面為主嘅。呢個片區嘅住宅地塊咧係好少嘅，因為大部分都係以高端嘅寫字樓產業園為主，所以好難得出嚟住宅嘅地塊。今期 Amy 就帶大家睇翻個粵海片區地鐵直連商場上蓋嘅新規住宅，而家就喺樓盤嘅正前方，樓盤係同9號線嘅深大南站無縫接駁，可以實現無風雨歸家。咁坐翻9號線5個站可以去到深圳灣關口，亦都係5個站可以去到福田高鐵站。大概嘅地鐵時間都係20分鐘左右。如果由屋苑打個車去到深圳灣關口，只需12分鐘嘅車程就可以過到去啦。翻香港嘅交通方式係方便而且多選擇嘅。樓盤自己配套咗有個5.7萬方嘅集中性嘅商業，1到2公里10分鐘左右嘅車程咧，可以去翻萬象天地、深圳灣萬象城、海岸城，或者去翻啲市級嘅配套都係有嘅。深圳人才公園、深圳灣嘅體育館啊，以及深圳灣文化廣場呢啲配套都係我哋屋苑嘅周邊，配套係靚嘅。咁呢個位置地段更加係靚，因為係位於喺深灣 CBD 嘅核心片區入邊，沿住深圳灣嘅呢一條海岸線上咧，周邊嘅住宅就算公寓都話要去到10幾萬一個平方嘅。咁我哋其實離海岸線唔係特別遠嘅，呢度嘅單價咧就只需個83000蚊嘅起價就可以攞低啦。咁對比翻佢哋10幾萬、20幾萬嘅價錢，我哋呢度係更加高嘅性價比，以及未來嘅發展亦都係會有嘅。而家就有條9號線，未來會有條15號環線，呢條環線係串連住深圳嘅幾大總部基地嘅，包括我哋現時所在嘅就係高新園嘅板塊，咁連接去到後海總部基地以及蛇口嘅太子灣郵輪母港，咁再過去就係前海總部基地以及大橙灣騰訊係會搬去嗰度嘅，咁再兜翻過嚟就去到咗流仙洞嘅總部基地，再翻嚟我哋呢一度啦。所以基本上係將呢啲核心嘅板塊串聯起身，政府都好看重要發展嘅一個地方，所以我哋嘅地段價值係非常之值得我哋去期待嘅。咁事不宜遲，而家入去睇下在售單位最新嘅情況。嚟到沙盤嘅位置，樓盤總嘅佔地4.17萬方，總建面大概有50萬方，分咗3個地塊同時開發嘅。咁舊年開盤賣嘅就02嘅地塊，目前剩翻大概唔到10套嘅貨尾喺度。今期準備加推嘅就係01地塊入邊嘅一棟1、2單元啦，佢總層高係55層，3梯4伙嘅設計，由11樓起售，樓下咧係做咗有集中性嘅商業，大概有5.7萬方，以及配建咗有個幼兒園，有空中連廊直接連接去到9號線嘅深大南站，可以實現無風雨歸家。咁我哋呢一個單位而家賣緊嘅積數咧，就主要係有東西2個朝向嘅105平方做3房嘅戶型，正向望住我哋嘅兩側嘅位置係120平方做3+1，即係4房嘅戶型，中間2條腿就係南北通137平方做翻個3+1房嘅戶型，所以我哋嘅戶型就係3到4房為主。實用率係非常高嘅，譬如105平方嘅大概係去到85%嘅實用率，2個大戶型嘅係超90%嘅實用率，係新規嘅戶型嚟嘅。咁樓盤預計就喺明年嘅7月份會帶埋全屋嘅裝修交樓俾大家，物業管理費係7蚊8，車位嘅月租卡係300蚊左右。OK， 咁而家就過去睇示範單位，上到嚟實體樓嘅26樓，呢個係西南偏西向105平方3房2個廁所做雙龍鋪珠嘅戶型，入門嘅位置背後係可以做翻個入戶嘅鞋櫃位玄關位置，過嚟就係廚房嘅空間啦。做咗 L 字形嘅廚房操作台，好似星盤、主食3件套、上下櫃呢啲全部做好晒嘅。雪櫃預留位置喺呢個位，佢而家係做咗個內嵌式嘅雪櫃喺度，咁後期
發展商雪櫃係唔送嘅，由我哋公司回贈翻俾大家。出翻嚟係飯廳位置，擺4人嘅長台啱啱好嘅，都比較實用，過道亦都仲係闊嘅。過嚟就睇翻個客廳嘅開間啦。電視嘅啲背景板冇嘅吓，因為佢而家做得確實係好標緻嘅。咁我哋嘅開間有個3米1左右，舒服嘅，而且佢而家係封咗個露台入嚟用，所以就顯得呢個廳特別長、特別舒服。露台空間都唔細下，正向望樓，但係側望咧係望翻個城市嘅景觀為主，都係靚嘅。而且採光唔影響採光吓。過嚟呢邊睇翻呢個房間嘅空間大細，哇都闊落嘅喎。但係採光面咧就得翻一小扇窗，不過光線西向其實都幾光猛下嘅。OK， 睇翻呢個空間，擺1.8米嘅床褥係可以做到嘅，進深有個2.6米左右，開間3米多啲。OK， 過嚟睇埋對面就主人房同另外一個房間，呢個房間係通出去露台嘅，其實啱先行翻出嚟係可以連通嘅，而且採光啊各方面空間都係夠用嘅，進深非常之深，將啲儲物空間做翻喺呢一邊。過嚟係廁所位置，呢個廁所位就麻麻地啦，企缸位 Amy 係比較瘦嘅身形都覺得啱啱好，但係如果係大啲可能就唔夠用啦。側邊洗手池鏡櫃同埋坐廁嘅位置，主人房嘅廁所咧就會比呢個大翻非常多，單係呢個淋浴區企4-5個 Amy 完全冇問題。咁對面嘅坐廁位又好，洗手池鏡櫃位咧，亦都係比較闊落啲嘅。出翻嚟主人房亦都好舒服。呢邊做翻啲儲物櫃，整翻個梳妝台，然後床褥擺中間，窗台可以單獨用，做翻個休閒嘅空間。OK， 咁睇翻呢一個單位嘅價錢，如果係話而家睇緊嘅呢個西向嘅戶型，總價係872萬到955萬之間。如果係東向就會貴翻啲啲啦，大概係940萬嘅起價，1.5成嘅首期係131萬上會，30年如果每個月還款大概係31,400蚊。我哋再去睇個120平方嘅戶型，北向120平方嘅戶型，望翻嘅景觀無敵靚嘅，望翻城市景、深圳大學文山湖嘅湖景以及杜鵑山嘅山景。咁當然啦，前邊嘅呢棟宿舍咧要去到23層嘅高度先可以越過佢嘅，譬如企喺而家26樓嘅位置，望出去就望翻好開揚嘅景觀啦。呢個大露台留翻俾大家望翻個咁靚嘅景觀嘅，又嚟睇下內籠嘅空間，做嘅係3+1房雙龍抱珠嘅間隔，入門兩側分別係入戶嘅玄關櫃，做咗成排嘅空間。對落係廚房嘅位置，廚房做咗 U 型嘅操作台，有星盤，有煮食3件套，好似上邊嘅頂燈涼霸全部都係做咗交樓嘅標準嚟嘅。OK， 出翻嚟就係客餐廳嘅空間啦。呢個採光面咁足，點樣去佈置都係好舒服嘅。咁點樣嘅喜好，中意點樣擺就交翻俾大家去諗啦。呢面牆身嘅位置可以擺翻個雪櫃，做翻個1辣嘅餐邊櫃，或者係增加啲儲物嘅空間喺度。過嚟就係個廁所位置啦，做3段式嘅設計，感受下個淋浴區係闊落嘅吓，企到2-3個 Amy 冇問題。出嚟有個智能座廁，再出嚟係個洗手池同埋鏡櫃位。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房間，其實呢個房間就有少少套房嘅感覺，因為廁所就喺門口，用起身好方便，而且空間嚟講咧，亦都係比較足嘅。OK， 過去睇埋對面係有2個房間同埋有個主人房嘅。咁呢啲位置咧，其實過渡位都唔算話浪費得太多嘅，因為後期入嚟睇就明顯啲啦。呢個位置佢係做咗2個房間，實質上嗰邊有一部分係露台嚟嘅，露台封翻咗入嚟用，做咗一個房間嘅設計。而家係做咗2個兒童房咁樣嘅設計。後期呢度開翻個門出去就係獨立嘅2間房啦，或者要做翻個大嘅書房啊、衣帽間同套房嘅設計，亦都可以做翻喺度嘅。主人房入門1辣嘅儲物空間，咁入邊就做翻個休閒，即係純粹嘅居住嘅環境就 OK 噶啦。入嚟睇下主人房嘅廁所，佢呢個門嘅開法好似麻麻地，但係空間嚟講係夠用嘅。呢個門就要鏡一鏡啦，座廁、洗手池、鏡櫃。OK， 入邊直接做翻個純粹嘅睡房區。
入嚟就係放翻個大嘅床褥喺中間，咁如果係話想要擺翻個梳妝台，亦都可以嘅，床可以話靠呢邊或者靠嗰邊擺少少，剩翻嘅空間就可以擺翻個梳妝台喺度啦，做到三面落床冇問題嘅。側邊嘅窗台單獨用，望出去嘅景觀亦都係望翻個好開揚嘅城市景、湖景、公園景為主嘅。OK，咁睇翻呢一個單位嘅價錢。總價係1074萬到1275萬之間，1.5成首期係161萬上會，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大概係38700蚊。咁仲有個大啲啲135平方南北通4房嘅戶型咧，示範單位未開放嘅，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絡翻 Amy，發翻個詳細嘅資料俾大家，或者係約時間睇樓都 OK 嘅。咁而家落去總結下樓盤嘅情況。好啦，而家嚟總結下樓盤嘅情況。樓盤係位於南山粵海街道，所以無論係地段價值定係周邊嘅配套都係 OK 嘅。屋苑門口就有條白石路，而家係做緊道路同軌道嘅施工，而且工期亦都比較長，可能要去到2029年先可以正式完工。咁可能未來就會有種情況存在。樓盤交咗樓，業主入住咗，但係條路仲喺度整緊，就可能會有少少塞車同埋噪音嘅存在啦。因為今日 Amy 揸車過嚟嗰時，由深南大道轉入白石路嘅路口，因為施工嘅情況塞咗大概10分鐘左右。不過如果係話地鐵出行咧，無論而家定係未來都係方便嘅。現時樓盤同9號線嘅深大南站係無縫接駁嘅，可以實現無風雨歸家。咁坐翻9號線5個站到深圳灣關口，亦都5個站可以去到福田高鐵站坐高鐵翻香港嘅西九龍，或者係由樓盤打個車12分鐘去到深圳灣關口，可以過關翻香港。所以呢度翻香港嘅交通係方便嘅。如果係交通出行去其他嘅方位，咁現時有條9號線，未來有條15號環線。呢條15號環線係串連着後海總部基地、蛇口太子灣郵輪母港嗰邊，咁仲有就係前海大橙灣流仙洞總部基地，將呢啲核心嘅配套幾大總部基地串連起身嘅，所以未來呢個位置嘅交通係會越來越方便嘅。咁配套方面咧，亦都係靚仔嘅，樓盤自己配套咗有5.7萬方嘅集中性嘅商業。1點幾到2公里左右嘅範圍咧，可以去到萬象天地、深圳灣萬象城、海岸城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以及啲市級嘅市政配套，就包括咗深圳人才公園、深圳灣文化廣場、深圳灣體育館啊、春上呢啲地標性嘅建築，基本上10分鐘以內嘅車程就可以過到去享受啦。住喺呢度周邊嘅配套真係非常靚仔，咁其實買喺呢度大部分嘅人群看中嘅就係呢一個樓盤居住嘅圈層嘅呢個高淨值嘅情況，以及呢一個地段價值。因為呢個片區嚟講咧，基本上係位於深灣 CBD 嘅核心入邊，呢一條海岸線上高，基本上每個樓盤嘅單價都要去到10幾甚至20幾萬嘅均價。咁我哋呢個盤8.3萬嘅起價，而且又係新規，實用率係高嘅，有送埋全屋嘅精裝修，所以對應佢嘅性價比 ，Amy 認為都係 OK 嘅。咁如果係話大家感興趣，屏幕上方有2個二維碼可以掃碼添加 Amy 嘅聯絡方式，約個時間過嚟睇樓，或者想要了解其他嘅樓盤都 OK 嘅。全深圳嘅新盤我哋都係有代理嘅。睇樓有提供免費專車接送，成交後會回贈3年嘅物業管理費俾到大家。好啦，咁今期嘅視頻分享到呢度，覺得 Amy 講得仲 OK 嘅話，幫手點個 like 支持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